自2025年1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立约的子民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利未记第2章1节到16节。老人要献素祭予上主，就用幼米粉做祭物，就添油伫米粉顶面，搁下乳香。伊就将这个带去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遐，祭司就焖一大杯幼米粉，摕一寡油甲所有的乳香下伫祭坛顶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用迄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素祭所剩的，就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。这是至圣的，因为是对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留落来。你若要献火炉烘过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做的无酵饼，也是抹油的无酵薄饼。若要献煎盘煎过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煎的无酵饼，就甲伊掰做细块，添油伫顶面，这是素祭。若要献鼎仔煎的祭物做素祭，就用超油的幼米粉做，就将这个素祭带去上主的面前。交代祭司，予伊带到祭坛。祭司就对素祭的中间摕一部分下伫祭坛顶，代表所献的素祭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素祭所剩的，就归予阿伦甲伊的子孙，这是至圣的，因为是对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留落来。你要献予上主的素祭，毋通掺假，因为假甲蜜拢袂用得用火烧做祭物献予上主。这个物恁通献予上主做起头式的祭物，毋过毋通伫祭坛顶甲伊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素祭就用盐调和，所有的素祭拢着掺盐，因为盐是上帝甲恁立约的记号，所有的祭物拢着有盐。你若用起头式的五穀做素祭献予上主，就用烘过新的麦穗，也是润过新的五穀。就添油伫迄顶面，搁下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就对迄中间摕一部分润过新的五穀甲油，以及所有的乳香，代表所献的素祭，用火烧做祭物献予上主。立约的子民，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，有上古老的证据显示，早伫公元前6050年，人类就知影透过煮盐泉水来制盐的方法。当人类会晓制盐，若用盐来保持食物，也开启用盐调味的历史。因为安尼，用盐保存食物和调味，互食物的味搁较鲜美，堪称人类古老文明的智慧。文明建立伫用食用盐涂装食物的基础顶面。安尼的讲法检采并无超过，因为当人知影使用盐生制保存食物以后，食物伫季节的限制就大大降低。
伫文明无发达的所在，盐的制造和取得并无容易，因为安尼盐捌被当作珍贵的牧业物资。伫人类历史中，盐捌受当作货币来使用，因为安尼盐也受到看作是价值的象征。利未记第2章1到16节记载赎罪的相关条例。赎罪和烧鸭祭本体是分袂开的，两种拢是献心祭，因为安尼赎罪的条例接续伫烧鸭祭的条例后面是有意义的。有关赎罪的条例中，特别讲到逐种祭物拢爱用盐调和。盐是真神奇的物品，具有丰富的功效。因为安尼自古到今，盐常常用伫保存食品，也广泛用伫化工产品。此外，盐也有调味的功效。食物加盐，通变做搁较美味。若无用盐调和，真侪食物就变甲无好食。根据利未记记载，盐代表上帝甲以色列立约的凭据，用盐的丰富性和永久性做象征，提醒以色列人是甲上帝立约的子民。搁甲以色列人讲，上帝所立的约是永远的、真实的，是袂改变的。利未记中间的盐，对旧约的意义延伸来看，对咱有甚物启示？盐毋单单是调和祭物的必需品，搁是提醒教会和基督徒应该发挥盐的调和作用，符合上帝的心意。今日咱也无搁再亲像旧约的以色列人，需要献上逐种的祭物，因为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敬拜者的心，就是献互上帝的祭。祭物爱用盐调和的意义，提醒基督徒应当亲像盐共款，具有调味调和世界的功效，搁亲像盐共款，具有丰富防止罪恶的功效。赎罪爱用盐调和，也提醒咱，献互上帝的敬拜，并不是食之无味的行礼如仪，是爱会当带来改变、帮助人脱离困境的行动。当咱关注世界发生的新闻，看到人因为战乱受苦，生态因为人的过度开发受破坏，极端气候互天灾变成常态，甚至台湾政局被有心人士操弄，造成社会对立。面对这个纷扰，基督徒敢会当置身事外？盐约的条例提醒基督徒爱诚做用盐调和的祭物，甲这腐化的世代、罪恶的世界有所分别，爱担负起调和提味的责任甲使命，互世界袂跌到败坏。更较重要的是，爱谨记上帝永袂废杀的约。默想，伫台湾社会，基督徒和教会有发挥类似盐的作用无？伫台湾社会，基督徒和教会有发挥类似盐的作用无？做伙来祈祷，呼召我的上主，我要信靠你。不论世界局势安怎变化，你拢是我的主。愿你互我和我的教会，拢会当发挥盐的作用，得你的悦纳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